你是讲？我感觉你的生发型足古锥的呢。你讲我的刘海，系啊，齐刘海啊。嘿，你去佚佗就是安尼，甲家己装个水水，迄相片翕起来看着唔太爽快。是啊，若是看到相片就会想到我迄个时阵哪会遮水，食的物件哪会遮好食。对啊，系啊，有甜甜的感觉。袂使讲咱家己去佚佗，咱观众朋友等足久啊。是。嘿，今仔日咱要来对。今仔日要来食甜甜啦。食甜甜西后生。西后生我是无确定啦，但是吼，讲到糖，你会想到什么台湾的足有名的城市？一个甜蜜蜜的城市。甜蜜蜜的城市。一户263万家。嘿，台南府城。台南，你讲无唔对。讲到美食的城市，一定会想到是台南嘛。到底敢是台南？台南我爱你。咱要去台南。咱要去台南。台南你有熟吼？但我足熟的啊！台南2024年的时阵，就台南建关400年。啊，2023是中华建关300年。哦，你。啥物？你问讲23年迄个演唱会上主席我主持。对，大家拢一定爱知影。我身躯无讲，但袂记。讲到台南啊，就是美食的大本营，嘛是做糖的大本营。啊，咱的台南哦，外国的杂志，佫算是台湾的美食中心。所以今仔日咱要去台南去食好料。食好料的，我有去食小队。马上欢迎我的队员上啊！阿新啊，进来啦！台南好朋友，真正是，台南好朋友，遮济啦，遮济，正港的，台南的迄个正土鸡，这个台南的歪嘴鸡，歪嘴鸡要食好味啊！台南倒位？台南市区中西区啊。台南安平的查某囡仔，安平是足清的所在，所以今仔日的导览城市串咧蛋呢。凊彩讲我的台南好食，凊彩公我袂使，我无咧凊彩啦。你也看，阮台南上好食的哇，生意意面，对，你上爱的啦，牛肉汤，是，这大家拢知影。对了，碗粿，大家拢知影。意面有无？有意面我介意。米糕，爱鱼酥的，我凊彩讲我的，鱼酥，点梅，对，点梅。台南蚵仔煎嘛就好食。水。安平啥物？安平的蚵仔，黑梗，对。啊，豆啥物？豆花安平豆花。安平豆花嘛最著名啊！我刚才讲袂完啊。但是我问你是安平人，你是中西区的囡仔，但是下营你敢有熟？下营嘛，下营爱食下营。下营就是伫咧台南顶头新营下骹嘛。下营我即阵已经40几岁啊，佫唔捌去过哦。你唔是全台湾行透透？无啦，较罕的去啦，有新营有啦，下营真正的。安尼真好，因为我的导览先生呢，今仔日要来的就是下营人。哎呦，伊为下营来的，伊是国小老师，国小老师嘿，伊为着爱食，为着美食去读博士班。安尼哦，你是博士班？有这种班哦？有这种班，有这我嘛唔知。你甲叫出来，我真唔知。你甲叫出来。咱来欢迎上了解、上了解食的小太阳老师，欢迎。大家好。这看一下。老师啦，破真高价，礼貌，上老食的朴素朴小太阳老师来给大家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俊勇，我拢叫囡仔叫我小太阳老师，还是小太阳老师哈。今日真欢喜来遮，甲大家了解台南的好食物。咱有口号。口号对。嘿，咱来开始哦。好。台南建城400档。社会来食好食物，拍嘴康。欢迎老师来参加。老师
师你好，你是国校老师？哎对，对，你讲小朋友都叫你金正恩老师哦。太勇了，太勇了，太勇了，太勇老师。安尼使用。好。哎，有人安尼讲过嘛吼？嗯，敢有？诶，有讲过，草我拢拖得顿。你莫黑白问哦，是你讲的啊？哎，以后一个八成我看，你若收起业绩按钮。这是你先讲的哦。干嘛出去啊？所以那有迄个讲博士班读食物件啊。有啊，我是读师大台文所啊，所以研究的就是食食的文化安尼。台文所是研究咧食物件。对，台文所有分做语言文化甲文学啊，所以我就是研究食食文化这个部分。文化，其中一个文化。对，对，啊，台南咱知影物件拢足甜的，食起来拢足甜的，是啥物原因？阮叫做全糖市嘛，全糖市啦，吼，欢迎来到台南。其实有几来种讲法啦。头一项可以知影，大概是知影讲咱台南是嘉南平原嘛，吼，较早拢是种植足侪甘蔗，所以甘蔗伊会制作糖了后，迄阵日本时代若是有官员啊，还是有重要的来宾来，好野人应该甲这迄个物件掺糖，就是种感觉是即个真重要的来宾，甲我都食到甜的物件安尼。这是头一种讲法。第二种讲法，大家可能有听过即个酒家文化，敢对啊？吼，酒家菜就是讲，因为伊其实趁的是趁啉酒嘛，要互你喙焦啉较济，就是会重咸甲重甜。所以台南的一寡菜，可以伫为酒家菜内底掺足侪糖安尼。所以大概是因为安尼来的。真的呢，即马若台北的朋友讲要来台南，讲要啉饮料无？啊，毋是讲要问你讲要全糖啊，是半糖？啊，大家来讲啊，我台北讲啊半糖就好啊，一啉，哇，你这全糖啊！台那个半糖等于是无共款，你今仔无糖，够小可糖啊！这无糖嘛是足甜的，台南拢甜甜啊，台南拢甜甜啊！哇，这种食食的习惯就对啦。是。所以台南的豆油糕嘛是甜的。啊对，牛肉汤的豆油糕嘛是甜。台南迄盐你甲掺落嘛是甜的。台南的海拢是甜的。海水嘛甜的。可能爱去看医生啊，因为盐应该袂到遐甜啦。所以今仔日咱是要来下营就对。对。伊唔捌去过下营呢。哦，我知啊，伊其实看起来，伊讲台南人，毋过可能来台北去用苦毒吼，比较散啊，所以无啥食着台南的物件足久啊，我知。讲实在的呢，来台北了有无？啊，要食一寡怀念的厝内面的味吼，找啥无呢？找拢无。我甲你讲，我伫台北要找迄沙巴鱼糜，每一间拢是有刺的。哦，沙巴鱼有刺。台南的沙巴鱼，哪呸？台南的沙巴鱼是无刺的。对啊，是无刺的。台北我找足侪间，全拢是刺。台南的生意面食惯是喺伫北部食的生意面，啊，哪有咸味怪怪？对啦。老师，你嘛有这种感觉吗？你有来台北的话？有来遮食了，个发现譬如讲。我以拢会食下港的肉粽，下港拢是用撒的嘛。对。啊，伫台北就是拢是食迄个油饭，穿衫是穿迄个藏袖的。对啊。真个北部粽拢是安尼啊，所以食袂惯势。你这南北粽佮讲来佮还正经啊！你讲这食的老师，这2天去台北啊，拢食无好过，拢散去啊。安尼啊？拢散去。我是散较无明显安尼尔。啊，无咱今摆来下营佚佗啊啦。好，有请小太阳老师来。若要变巧，就爱讲台语；若要知影好食好耍的所在，就爱来看海道南先生。今麦对我来台南佚佗。好，这个开场不赖。好，大家看到这张图吼，是阮台南的地图。阮台南的乡镇真多，20几个乡镇啊吼。大家看卖啊，这张图顶头敢有才有写4个所在吼？因敢有啥物较特殊共款的所在无？哦，有啊。遐4个所在有3个所在拢有赢这个字。赞，无毋对吼。而且其实咸水吼，伊咸水具体叫做巨赢。
其实伊原本嘛是赢其中一个是尾啊较改名安尼吼，所以无毋对。行喺遮济所在吼，就是咱会用赢即个来甲大家了解是有伊历史的迄个典故吼，所以我是会赢人，所以我等者了解大家来即个4颗链灯，咱来看有啥物好耍好食安尼吼。好来，大家看卖的吼，要看卖啊，这空棒啊，还是讲即个清茶，即间店你要看卖差不多，若是到单个有吼是几档啊吼，要看卖啊。几档哦？上无超过60档吧。这可能是差不多民国差不多60年，60几年，60年，即嘛112差不多哦。迄个体尾拢较早阿公咧徛，阿公咧徛嘛。对。哦，无唔对，差不多，70年差不多吼，无唔对吼。这是伫新营吼一间到今摆已经70几档的一个鸭肉羹的店。哦，大家看迄店头的迄个看板。为迄边写过来，个种其实这已经年代足久啊吼。啊，那会感觉台南新营遮哪有鸭肉羹，还是讲哪有翅啊？感觉足奇怪，敢对？其实是有典故的吼。这个头家伊原本其实是咧卖凉水的尔，伊毋是咧卖鸭肉羹。先互大家评判一下吼。这个是鸭肉羹，敢有食过？无啦，这一定甜的嘛。对啊，甜。这甜的无毋对啦，毋过。鸭肉羹的甜吼，伊毋是讲蓝糖，还是讲冰糖哦。伊其实较特别的是，伊甲你看这幼丝，这是竹笋。其实是竹笋的甜吼，甲这个汤头甲炒起来，会感觉足甜安尼吼。所以鸭肉羹伊的迄个道理个当然竹笋掺真侪，还佫有鸭肉吼。其实这是一个贵老板吼，因进前捌伫即个新营济阳宫边仔咧卖凉水。有一天拄到一个青云人哦，伫因店头，就是昏倒去，伊个真好心个出来去看医生。尾啊，迄人医治好了，伊个甲伊讲，多谢你吼，我甲我较早伫广东吼有一个鸭肉羹的即个秘方互你，因为伊就讲卖凉水嘛，无搁卖寡迄个咸的好啊，试看卖吼。叫尾啊，即个鸭肉羹颠倒。变做大家吼拢烧济要食的物件，所以听讲即马足侪新营人离开故乡，转来故乡一定爱先来食一碗鸭肉羹吼。这个伊较早要开店的时阵吼，即个许可证个对啊吼。所以咱个知影讲伫较早哦，即个做生意人一定要有即个证照嘛安尼造成伫遮讲鸭肉羹造成足轰动的即个情形安尼。好，这是新营的部分。好，来咱来看后一个所在。牛奶顶悬有写吼。这应该大家伫厝冰箱拍开，拢真侪即个牛奶通啉嘛吼。毋过咱特别要介绍柳营，大家敢知？够奇怪，还是讲够听过啥物传说吼？还是柳营较好啉吗？是柳营的草啊较好食哦。有可能哦，还是讲柳营的牛较够新鲜。较大只，拎较大，这无研究唔知啦，我毋过袂使研究看卖吼。其实你个问题拢差不多哦，真好吼。其实哦，伫较早台湾无牛奶的时阵，其实是日本时代，大概是伫1896年的时阵吼，日本人甲即个外国的灵牛的品种甲引进来台湾吼。现在选择柳营吼，因为柳营伫遐足控快，所以真适合来起一寡牛条，还是讲起一寡牧草吼，给为种稻啊、甲种甘蔗、甲变做种牧草的所在。所以伫遐就开始足侪有人开始种即个牧草以外，佮饲牛。根据统计吼，上济时阵有100间的即个牛条场安尼吼，甚至佮遮个牛啊吼，大家看着知，因上济时阵啊。全庄仔头吼有15000只的牛，因为牛口比人口较侪，就是你伫遐看到牛哞的声音比人的声较侪就对。所以这是真特别说即马其实因为咱转型农业的关系吼，伊变做休闲活动，真侪市大人拢会带囡仔来遮饲牛看牛安尼吼。所以有机会当来遮佚佗，当看到足侪牛的迄个相关的产品，所以咱当然要了解后一个吼，即个来到遮一定爱食。大家看这是啥物？这珍珠奶茶，还是红豆的哦。红豆对嘿。哇，红豆红豆牛奶哦，红豆牛奶，毋过第二是豆花，毋过你可能普通食的拢是普通的豆花啊。伊只豆花较特别吼，伊只豆花是用牛奶甲豆奶落去做的，所以你干那迄个豆花吼。
啊未卡你来喙的时候，你个闻着迄个牛奶的香味，而且真俗啦，啊俗个大碗，大碗个满起安尼吼，来遮有食搁有掠安尼。好，啊咱牛也个小解到遮。哇！啊，即马要来到后一个，就是我的故乡吼，就是会赢吼。阮会赢即个名，大家甲我讲嘛，啥物爱拼才会赢，大家拢会唱吼。啊，阮若选举的时阵。大家拢做爱来，阮遮拢动算会赢就对啊吼。啊，所以尾啊，阮遮改做会赢。啊，是安怎介绍这？大家毋知影这是啥物物件？要看。这这都类似米之类的吧？米啊，搁有咧。薏米。米粉，粗的系啦。米台吧。米台北。米台北，嘿对。米台北伊甲迄个粗的米粉。看起来有小可共，毋过食起来口感无共啦吼。这是米台北，啊是安怎会消解米台北？就是较特别就是讲，你啊看这个顶管有一个胎的所在，敢对吼？就是讲伊个原本是果册，果册伫顶头了，胎落来了，就是有迄个动作吼，胎落来比安尼一丝的，所以个迄个即马台语的就是米台北迄个胎安尼吼，迄个竹字旁吼，第字旁迄个胎安尼吼。啊，所以伫遮阮庄稼所在吼，最爱食即个米做的物件，大家甲我讲过嘛，啥物油饭敢对，肉粽啊，因为较早系碗粿啦，伊较早的人就是讲要出去迄个食迄个做事的时阵，拢爱食较饱，敢对？粗饱，对，食粗饱，食好饱较有开，咱无可能会迄个正常一半分去啊，哦，可能是咱较会吼，较早较早一半分去，伤热啊！你无去遐晒日过，你毋知迄真正晒甲可能会白搭去安尼吼，啊，所以食好饱了较有开去啊，所以。伫遮米台北，阮是会赢人最爱食的，可是为下早嘛食，可能中昼嘛食，啊，迄个宵夜嘛食吼，可是三不就是拢去食个对啊。嘿，来看后一张，这个是做澎湃敢对？大家可能有听过迄个挂吊仔饭敢对？有听过无？挂吊仔饭当然就是迄个做事人因啊。大家来斗3工了后啊，给煮足一澎湃料理，互大家食。啊，阮遐个甲饭换做即个米台北，内底可以放一寡厝内底后，譬如讲虾仔啦、卵啦，对啦，你有啥物个放啥物沙巴鱼啦、等等啊吼。还有蚵仔呢？有蚵仔，对无毋对吼？就是会使请大家来食以外，较特别的，阮会赢遮伫5月节，就是端午节、端午节吼，阮会食肉粽加米台北。可是阮会制作以外，制作会摆即个肉粽，啊，搁有即个米台北，是阮遐较当地较特殊的即个算讲风俗啊。端午节食米台北，恁台南敢无？遐无，安平无，恁遐嘛无，中西区嘛无，嘿。所以敢若会赢，阮遐有安尼，嘿。啊，别位所在拢毋捌听过。拢无，嘿，对，较特别啦，吼。啊，所以可以讲米台北伫阮遐算讲，真侪人爱食，啊嘛变做伊平常时啊，定定咧食的喙食物安尼。嘿，好，大家会赢，小解到遮。哇，后壁阁有来，咱来捌考一个。这要甲大家考一个吼。这有2个迄个汉字甲迄个台语拼音啦，敢知影这是啥物意思？要看卖啊吼。这叫做真对，搞有人对哦。真地。对哦，来对，对，无对。啊，什么地？啊，搁有啥物地？啥物？地，啊，搁啥物地？干地。你华语。干地。无毋对吼。大家都厉害。搞我啥物地这吼，这个地物件，伊个是用米粉，还是讲即卖淀粉，还是讲番薯粉哦？伊咧去煎，还是讲去煎的物件，迄个形叫做地。啊，所以这叫真地是。伫安平哦，安平所在，伊个人较少年唔知啦吼，把囡仔等下看来少年啊呢，我做少年的呢，做少年听过。真地是啥物物件吼？来后一张，看来刚刚真像乌龟壳咁对。天不辣毛型。毛型吼，进前电信讲为罗里门订了了后，伫安平迄个所在，因为希望讲会使包粽，互大家食，毋过无遐个料吼，伊个用。一寡物件来变做即个形状了，真的互大家食安尼吼。咱来看有啥物料吼？有用竹米啦、红葱头、虾米、搁香菇、搁肉油啊吼，给安尼做了一个代替即个肉粽。所以伫咧安平地区，即摆外口无人咧卖哦，敢若伫安平尔哦。过日节的时阵，传统真侪人的厝内底会做即个真地迄个物件安尼吼。所以即个
下雨期的等下再问看厝内底的人，吼，我讲你做少年，你唔知这做事情。我问我妈妈，问阿嬷，问阿嬷，问阿嬷。啊，不过你一开始细汉时，伊唔是住安平。 我唔是，对，伊是尾啊，因兜好囝了，甲搬去安平。安平，因为遐拢买豪宅，卖豪宅啊。安尼哦，迄拢规栋的。规栋的啊，因即摆是甲搬迄即摆是平头偌济。我讲即摆安平呐，无啦。安尼讲遮多吼，大家嘛敢有感觉喙若强要顶落来？哇，应该爱食。对，咱当然来遮希望大家有食够有力，啊，毋过吼，就是无遐简单，互大家让食着好食的台南礼拜到底，爱有一个挑战啦，哈。还有个挑战，对，咱来看有啥物挑战，互大家来做伙来有一个食材，有一个食材，大家拢。 应该有熟哦，咸蛋啊，嘿，是鸭卵，但鸭卵甲今仔日要药的这个美食有啥物关系？哦，咱来看这个提示哈，咸水哈，咸水这个所在有一项物件哦，真出名，啊，而且真出名以外吼，大家要看卖哦，这个物件伊是用鸭卵做的吼，要看卖是啥物物件？鸭卵做的。 咸水啊，咸水是迄个红桃啦，红桃袂正是，红桃无你讲是讲吃啊，薏米，我跟你讲咸水上厉害的，我了解的，我捌去过，就是敢若薏米尔，而且吼米要用日头去晒，爱晒，头咧迄个厝遐顶悬。对，我敢若咸水，我敢若知这个物件，其他我啥物拢唔知。好，薏米是薏米，咸水薏米，咁无要改，无要改。 咱来看答案究竟是唔是咸水薏米咧？答对啊！赞！你敢知影薏米内底爱掺鸭卵？我知影有迄个神奇薏米，迄种用籽的，迄有内底有卵，但是薏米你敢知？我唔知影，我嘛唔知影。哦，较特别的就是讲，大家可能有食过的时阵，会感觉讲，咸水的薏米食起来，迄个口感安怎？较 Q 甲 Q， 嘿，啊，就是讲因为有加即个鸭卵入去了后啊，互伊迄个面的迄个算讲 Q 度，更较好安尼。是毋是鸭卵较油？这有可能是因为伊的成分的关系，嘿，啊，所以就变做讲。 你若食起来就知讲，哦，这是咸水薏米，甲别个薏米是无共款。来了，食薏米哦！来食薏米。今仔日是套餐，是毋是？对。贵州的，贵州一定爱食面。啊，这啥货？我等下甲大家介绍，你去遐个讲一组安尼，伊就知啊。一组，嘿，一组哦。咸水你就直接甲讲一组安尼，吼。我要食一组安尼。嘿，食一组吼。这就是。 内行的，内行的，啊，叫一组啊。咸水的薏米较特别，伊的食法就是真朴实啦。你啊看，就是干那肉色，啊可能一寡迄个豆菜安尼，就简单迄个味，甲迄个薏米的迄个味哦食出来安尼吼，会当食看卖啊吼。这种面台北嘛找无的呢。无唔对吼，台南较有找呢。哦。啊，所以就我个拢会去。 套迄个淋一条迄个鸭卵安尼，个迄个感，迄个口味食起来叫做赞的安尼。这个薏米啊，你甲看伊安尼遮薄有无？但是你加落伊个面本身有脆度呢。对。哦，甲我迄个阿翔讲了对吼，就是讲这面啊，就是爱晒日，晒日以外，伊就是大概晒两三工就会使啊。因为台南其实。 迄个日头真美嘛，较袂落雨，所以伊就变做是真天然的一个迄个方式来，互伊打色安尼。啊，咱来看后一张吼，就是讲贵州啦吼，这是迄个共款甲迄个阿爸去讲，这嘛是70几档的这个老店嘛，阿三薏米吼。啊，咱来看后一张，就是贵州，就是配这个汤。 汤食过没？我等下来。要看吗？这上面要看。这是煎的脆脆的物件。要看吗？是啥物？这应该是饼嘞，嘛有像菜脯饼咧，菜脯是猪皮啊，猪皮、崩皮、崩皮饼，哦，崩皮饼，哦，崩皮饼。看麦。有料哦。有料吗？哦。 有包物件，有包物件，有肉呢，有包物件，有包鸭的哦。
我就有肉。好吧，你有吧？我看嘛。较早的人，因要甲这物件留落来，就是拢先甲煎起来变大了，大的，啊若要食先甲透咧汤内底安尼。哦，这个因叫做肉酥燕汤，肉酥燕，肉酥燕，燕汤系肉酥燕，敢若这个所在有尔。燕，这个字是燕啥物啊，迄个燕，敢若是燕饺迄个燕。嘿，对，像燕饺安尼。燕饺，不是燕饺嘛是内底包吧？对，啊，不过这是煎，这是煎的，嘿。哦，食起来啥物感觉？真好食感觉。我敢袂使啉一会喙，使啉一，但是我讲你要食这皮，爱食你这皮煮了酥酥吼，啊，搁去伫咧迄个汤哦，感觉够好。哦，无伊内底这肉包了足，而且伊的肉有生过，有生过，又搁去咧汤啊，吼，足赞了。普通时啊，咱可以拢会配偏食汤，啊去咸水饺一定爱配这个肉酥燕汤。所以，你去甲点鸡爱安怎点，你知道？一组，不是，然后头家两组。一组无够嘿价，啦，无够一组食无够组啦，嘿啦。好哦，哦，这赞。这有加分，这有哦，这有在地咧，在地真无听你这含阮台南人都唔知呢。我无听过。你市区啦，你市区。我市区这唔知嘿。要紧，来，咱搁有哦，来要看卖吼。搁有哦，同款是咸水甲有的。提示就是讲满精华一碗饭，啊，这碗饭伫遮吼。这碗饭看起来白白，无啥物料，片看卖拢会使吼。加油饭，加油。鹅吧，鹅哦，鹅油哦。鹅油啊油啊！搁提示一个，加较济骹的，毋是干咱两支，毋是干咱两支骹尔。四支骹哦，嘿，四支啊，骹。就是猪油啊。啊，剩猪尔，无够啥，无可能买吧？牛。嘿，拢要一份。好啦，咱来看答案来看答案无？是毋是有药会对呢？这到底是用啥物食材去做的饭？答案是猪头。哦，是猪唔对，毋过毋是猪油饭，伊是猪头饭。伊叫猪头饭。对。考题对。对，这嘛是大家感觉足奇怪，去食猪头饭，讲头家来一碗猪头饭啊，无猪头，你就变讲你早起吼，无猪头，毋是，伊是较早的人，因为好嘅人拜拜嘛，面就是干那留猪肉落来食，啊，毋过猪头因个淡掉，啊，就是善食人应该甲猪头捡来吼，加控的，变做迄个伊会有迄个汤出来，伊个甲即个汤淋伫咧饭内底，哦，伊个饭卡规个大家拢会使做伙食，所以这个是猪头饭，大家看，伊色水有小可黄安尼吼，对啊，所以伊迄个原本是用在来米做，啊，毋过因为在来米会较甜，所以即摆伊拢会透即个红来米安尼。恁两个全台湾行透透，拢毋捌听过。毋捌听过猪头饭。你若讲规粒猪头的吼，阮是捌食过。猪头饭这我真正就。啊，你敢想要食看卖？当然爱啊！当然爱啊，韭菜哦，来哦，咱有准备啦。猪头饭。猪头饭吼。猪头饭。要啥物有啥物安尼啦，够好。这是烧的哦。细细。胖胖的哦。好，啊，就是讲，可能大家有听过一句俗语啊，就是讲，在生一粒豆，较赢死后拜猪头吼。意思就是讲，是说伫父母搁猪的时阵，其实就是应该爱算讲，奉胎啦吼，唔通干那等过身了，甲拜迄个较贵的猪头，安尼记落概念安尼吼。所以食即个算讲，足传统足古早味，你会使食到一个算讲对古早笑脸吼。我是感觉伊淡薄大啊粒粒啊，是迄东南亚的，迄有无？迄叫啥物椰香饭？哦，椰香饭，较长的迄种。椰香饭，哦，较长的香米啦，香米。对，啊，咱来看后一张吼，就是讲。是安怎？这猪头饭其实，哎呦，进来，小菜，我感觉白饭。你有传这无？医生有限，所以敢若有饭无医生有限，对，无聊。制作人说没预算，10块，饭10块尔。那也无预算，你不是主持人吗？我甲你讲，因为制作人我把钱开咧报警，你知道？这用我点水的，太侪真正无钱。哎呀，用快啦，啦，吼，用快。除了猪头饭以外，伊这叫饭
饭桌啊文化，就是讲伊遐亲像迄个自助餐共款啊，逐工拢有无共款的即个菜色，比如讲烟肠啊、猪头、猪皮、鱼啊这吼。啊，你若住附近的，你若今日袂记你煮饭吼，你就讲哦，我来遮买两三项啊菜，等于配安尼吼。所以其实我感觉即间是去互饭桌啊文化耽误的猪头饭。我最爱食猪头饭边仔的饭桌啊物件。对啦，这一看嘛，真正是足新的食。哎，敢若足新烟肠是吧？你看。对，烟肠。哇，但是这足特别咧，因拢毋捌听过吼。所以后摆会当来咸水行。哦，这袂歹啊。试看没啊？好，安尼我可能个简单介绍到这。安尼哦。好，多谢大家。回头到尾吼，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就是讲你哪会安尼遮介意食哈，遮爱食的？因为我想讲，要出去食物件吼，搁要开钱。你若搁开钱，搁开着，就是讲食着无好食的物件，我会受气。会受气。啊，就是讲第二个甲我讲的，台南人喙吼，就是嘛是共款歪喙家一定爱食好味。那食无着台南遐好食，你上无袂使上歹食。啊。所以，才会写这个卖酱鸭吼，可以粉丝专业，希望大家知影讲，倒位有好耍好食的所在，会使互大家知影，亲像咱节目共款介绍咱足侪好耍的所在安尼。嘿，啊，你遮尔爱食，敢会甲你成长的环境有关系？哦，对，我较早拢伫阮下营菜市仔内底，因为阮爸爸妈妈伫下营咧卖鹅肉啦、卖烘鸡、啊肉羹啦、八宝丸遮物件。我自细汉个咧斗相共，啊，所以就是讲。到相共的中当然就是哪食哪看哪卖哪食安尼吼，啊，就是伫遐就是讲大头大家拢做熟悉，为头行到尾，你就是要食啥拢有安尼啦，嘿，啊，所以伫庄脚就是有即个好处，啊，所以尾啊，才发现讲，对即个食食，家己嘛感觉真有兴趣，是为细汉因为即个环境的关系安尼，嘿。老师讲，伊较早因伫咧菜市仔咧卖鹅吧，下营的四宝内底，敢若有一个是鹅呢。四宝是哪四宝？四宝哪四宝？拄好我无背着。因为我知，阮外景，阮知影，阮有经过，敢若有一条路是规条，敢若拢咧卖鹅肉。哦。敢若是毋是？对嘛。台南的物件当然足侪啦，吼，下营除了甲我讲的这鹅肉以外，当然阁有其他农产品安尼啦，嘿，你问一个问题，毋是真正爱知影伊的故事，是毋是？囡仔，我都读到我的心。你是看倒位啊？我感觉你想要食家菜。啊，无迄敢若白饭安尼袂使。哦，袂使。迄猪头饭敢若猪头饭尔袂使。我了啦。对，伊讲卖啥物？卖鹅肉啦，敢会拄好有鹅肉，我嘛毋知影。啊，无你边仔内个一个位是安怎？对啊。啊，阁有人哦。喂，今仔日咱请到。下营上出名的鹅，几只拢来台湾，来台北，来台北，几只鹅请起来台北，来台北，师傅嘛来现场啊！哦，这是伊的好朋友，伊的表小弟阿刘，欢迎阿刘，咱来去吃鹅啦！几只都请起来，刚刚是一个职人呢，几只？几只来啊？哇塞！哦，几张规张好，无错。有迄个江振成的迄个气质，哦，这个，哎呀，我这是6颗星的。你6颗星的啊！米其林跟他3粒尔，你6粒的啊。所以这就是咱下营来的这个鹅。无错，非常好。已经批掉啊呢，批掉呢，香诶。在那处理开心吗？一定爱开心，一定爱开心。等就久啊。原则上咧处理吼，咱个为鹅头开始啦。啊，若有咧，你若爱食汤的人吼，咱会甲迄个鹅头站转去滚汤安尼。哦，鹅头滚汤，鹅头滚汤安尼。还是我第一摆上节目，我开到紧张。你甲摸一摸。啊！哎呦，怎么了吗？哇！啊，那我嘛爱摸。你摸。就大鸡诶，就大鸡，这就大鸡诶，足粗用诶，粗用。一天足定的啦，足定的。哦，哇！你有在练哦？你有在练吼？我拢学白练。那有可能无可能？我陪你们那个，我的小太阳老师嘛有练的。啊，真的。粗用的。对巴肚，对巴肚去。哦。
哦，像这样石鼓啦，人唔是讲什么石鼓搭有无？是讲翅膀的意思吼。啊，这就是讲，若较爱迄个客吧，会使食迄石鼓安尼。食石鼓，石鼓哦，拿客就对啦。对。哦，哪看球赛啊，拿客石鼓啊。哦，所以你应该算是第2代啊嘛。无，我半路出家啦，因为我自细汉哦，就含爸爸妈妈伫啊，上底卖菜市啊，哦，咧做生意啦。所以你爸爸妈妈唔是咧做这行的吗？唔是，是魏老师的爸爸妈妈咧卖锅巴的。啊，因为吼做啊菜市啊做生意哦，阮会较无闲啦。啊，过年过节较无闲有无？阮会去遐斗卖锅巴，安尼大概是安尼。对。所以你叫太阳老师的爸爸叫什么？高中。高中，对。哎，我问你，安尼太阳老师爱叫伊的爸爸叫什么？啊，这简单嘛。对。你等于是讲，我叫伊高中嘛，我叫伊高中，伊就是爸爸的爸，我就是爸爸的咩啊？高中就是。我想一下，高中是那个妈妈爸爸的姐妹阿姑啦。阿姑啦，所以你叫伊爸爸叫阿姑。叮咚。你想我，你清楚了。阿姑吼，哇，那个切家那个就好食饭。这个皮的色水加水是啥物？用啥物做的？哦，就是阮的迄个锅巴下啊，有几来种食法，大部分看到白色的是迄个算讲咸水啊。咸水。啊，这个就是用腌的，熏茶耳，熏茶耳。你若讲到咧烤一下。哦，就是伤感动啊。我来迄个化妆品化妆品哦。这个时阵你就爱讲你伤感动啊，想到爸爸妈妈，想到妈妈的菜啦，因为你的歌啦，你的歌。安尼讲就是安尼啦，妈妈的菜啦。老师你哪会咧烤哈？哦，伤感动，我想到妈妈的菜。这样子啊，安娜。哦，我自细汉就是食锅巴大汉的。哦，所以看到这锅巴就想到，想到下赢安尼啦。哦，对。怀念的滋味啊。放风吹。想到。但是你也知影，锅巴你要食，有分讲当时食较好食。我看哦，唔是寒天就是热天啊。寒天较油。较油哦，唔，热天较油哦。寒天因为寒，所以爱储存迄油啊。哦，安尼哦，啊，所以热天食，热天较热，伊油才会出来啊。啊，你问你唔得讲，你先讲，我先食。你唔做食，做食你唔做。应该是热天啦。我解答一个，哦，你哪？那个烤。想到阿公阿妈。哦，对。是安娜哈，是安娜。阿公阿妈就是白手起家，嘿，伊为这只鹅开始，即马有3个农场。15000只鹅。那是牛啦，无共款。伊拄则讲，伊自细汉就是伫个鹅肉的环境来大汉。对。伊自细汉就是食鹅肉，食较惊着，即马到着唔敢食。忙着食。好，来。哦，这样子，这是烟熏鬼。茶鹅，熏茶鹅，用迄个地叶去腌的。你拄则讲迄个腿是假的哦。对，会使嘿。后粿啦，后粿，假嘛，后粿要有油啦，你看嫩，规支也规支刚好，规支会使，主持人会使啦。哇塞！啊，你先过分吧？别，拄好尔。啊，咱啊，哇！这么香诶！这哦，个甜吼，够食甜，有够好食。那这个淡薄的中药气味对，无唔对，迄个碧香啦。你啊浸迄个碧香茶，浸几点钟才有气味？7、49天。无啦，我唔知，我袂讲，就是我做。我不知道。家长好听着这支腿哦。你看起安尼吼，足十八的吼，惊食开伤大无？吼，无呢。我水分有够多，有够甜啦。点啊拢袂淡。够好食，因为伊咧料理吼，伊迄个熟度吼，爱掌握有无？你甲看伊边啊，这个粉红啊色的，有带血色的，所以讲你袂使用生肉嘛。你若生肉，迄食起来生甜嘛。
哎呀，真好，规个人拢好看。你有擦护唇膏啊？护唇膏啊，有啊。家长我有唱你着。看起来就满意呢。赞。真假？恁平常时拢干那食这安尼哦，应该会搁配一下啥物吧？哎呦，阮平常时吼，若食个吧是咱一只安尼应该配啦。啊，可以煮较较澎湃哦，就是会含米头肉汤还是面汤做伙来煮，哦，气味会较无共款。啊，我若无爱啉汤呢。无问题，我家己本身，我家己的秘方，家己爱食的方式，哦，配小菜，咸辣，秘鲁咸辣和鸭酱，鸭酱，鸭酱咁调，伊卡，无错，有的人讲是鸭酱，不是鸭酱，是鸭酱，对。这是咸辣，赞啊！我这咸辣吼，外口咧卖有拍无共款。安那讲？这是你家己处理的啊？无错，就是我。我这个吧吼，我自细汉是帮魏爸爸魏爸爸到做生意嘛，所以这不是我本业，我本业是卖咸辣和鸭酱。您看看，啊，搁卖米头吧，米头是搞个下啊，介绍米头是阮兜咧卖。哦，真的哦。是。我和魏老师共款，准备逃离菜市啊，所以我就以网络开始卖这咸辣。安尼哦。对。啊，我咧教我是那个阮。我用手刻哦，拍摄，你看秘制酱油，爱去闻吗？重口味的人会使安尼食，嘿，对。就大家啉酒较我大咧食。啊，就是爱啉秘鲁啊，虽然好是可能较爱啉红酒，我了解。哦，你示范者，浸落了。咸甜。啊，过来咧，秘鲁爱啉一喙啊。哦，要求好食。哎，咱嘛试看。啊？问一下这个咸辣。加辣我会更好食，有加辣椒呢。哦，赞。有够台南味，哦，赞呢。哇，给这边哇，够厉害。神仙吃法。小公会足咸的。我会袂死咸，因为传统的是用青对生的嘛，所以伊来用这重口味。我改味压过啊，我迄真沙色的，有杀菌过啊。一定爱配，你加一个海胆足甜的气味啊！你继续。欢迎来到海山岛。哇，好朋友，哇！规安尼食，安尼啉规，咸辣鸡甲食过来，歹食。即马是毋是爱去下营去佚佗哈？等者。哦，咸辣好食，即摆人录影有无？因为摕咸辣去食。你是了咸度袂歹啊？系啊。你炸几包？去录影的时阵，我们来去郊游，打不到走。这导演啊，免讲啊。这个就是一条歌，太要跳。我们叫你大的啦，电视叫我冠军。我把你看开，应该可能白会嘛。我袂讲。啊，今咱来气食小队吼，感觉满意无讲者？我非常的满意。安那满意？首先是我了解到讲，伊拄则介绍的一寡咱台南市区以外的这特色，真的。吼，比如讲我即摆了解到讲，咸水意面内底有加暗的，哇，你食个安尼酥够脆多。啊，猪头饭我嘛是头一摆听到。最后的这个什么鸭吧，鹅吧，有够好食啦，好食。足想要伫台北嘛买会到，食会到安尼。啊，台南资深少女。我甲你讲，其实今仔讲的物件，我算是学到啊，因为我真正无听过，无食过，无看过，这是我头一届。我感觉来这个节目上赞的，就是拿物件好食，再学到物件。所以安尼好，最后你若感觉要对来下营佚佗，咱就上车，好不好？好，上车，啊你，上车，你都要开始赛，你按哪赛哪唱歌哦。伊开嘛伊开啊，没时间了，赶快上车。副驾驶座咧，我坐后壁，你九人座，好，都爱好好，会使我行。好。你阿法呢？阿法这个。有天马感哦。